哇！本单的屋主林小姐，还无上个标本嘅阿妹，好在阿妹最美又讲到林小姐好在安尼，佢长伫台北有一只素菜好吃，无佢可能可以去个茶头当然水茶头，真有可能下摆咧，向下来看一下家下嘅对话当中有哪条嘅黑话，我本大家向下来学习咧。第一只鸭屎。瓦斯，唔过无瓦斯，但是没有瓦斯，家具。家具又包含哪条家具？又包含哪些家具？洗衫机、洗衣机、天发、电话。唔过无洗衫机同天花，没做得讲，唔过无洗衫机老天花，但是没有洗衣机和电话。唔知大家漂浮嘅下會注意哪條空空翹翹嘅？其實啲我哋漂浮要注意嘅東西垃雜一太簡單，一下傾得頭來未有扣。呢片古道又冇古道幾片去又包含基本嘅雅石水天還有天然氣，做得開火來煮食做得血通溫包含嘅叫嘅咩嘅還有幾條家具，有哪條係屋主有送本呢？自家有隔上去嘅，又係講連家具都自家愛買，先看清楚，愛討論好些，甚至你可以去看屋嘅，可能有那片有漏水就會避免會唔會產生當多嘅問題了。